敢是因为就是情人囝安怎拍都拍袂停呢？这个高雄市呢有一对4岁含9岁的兄弟啊，9月时阵呢去互这老母的当机人苦毒，其中4岁这个查甫囡仔呢因为闹着伤，变做是食物前交代还阁倒伫病院。经过2个月调查，高雄地检署13情节起诉，按照7月新修正的刑法286条，对这个苦毒囡仔姓郑查甫人求处动刑12年，也是全国头一个使用新法的案件。检警甲社会局人员做过听医生解说囡仔病情。高雄一个4岁查甫囡仔毋但脑重伤，身躯顶也有真侪大伤痕。高雄地检署调查发现，互苦毒的是一对兄弟仔。囡仔老母的当机人姓郑查甫人定拄拍囡仔，两兄弟仔一饼刷甲规头骹，互处罚。小弟仔不服管教，嫌犯竟然甲伊拖去弄壁。囡仔花艰苦3天，阁无随送病院。即阵囡仔已经真做食物人。13检控侦查结束，对嫌犯求处动刑12年。依高一儿保医疗中心医师就被害人伤势之报告，可认被告长期凌虐2幼童。本属检察官建请法院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。因为小朋友他们又不会自己讲话，但是这样子就是有可能小朋友就这样子断送年轻的生命了，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够。检控调查，其实两兄弟仔对2月开始就定拄带伤去上课，老师感觉奇怪有翕相记录，不过煞无即时通报，一直到9月囡仔送病院，代志才闭空。社会局表示，4岁弟弟也伫病院治疗，9月哥哥送去安置，若是幼儿园真正有延误通报，因会追究责任。那我们会进行查证，然后也会请幼儿园说明。那如果他确实是延迟通报的话，我们会依照儿少法进行裁罚。好，那罚款大概是6000到6万块，看他的情节的状况。进前因为开案件，立法院7月定修法，加重凌迟囡仔刑责，只要苦毒囡仔拢是10年起跳的有期徒刑。高雄这件是全国头一件用新法来起诉的，不过也受民众感觉，囡仔已经变食物人，敢若求处12年受过轻。记者邝家如赵阳高雄采访报道。